大家好，我係李日豪，又嚟到花旗財富投資金融市場短評嘅時間。今日係2025年嘅10月21號。今個季度嘅盈利表現將會繼續突顯 K 型嘅消費格局，高收入家庭支出按年增加，而低收入群體就面臨成本上升，限制咗佢哋嘅支出步伐。美國消費市道仍然都係穩健，即使同低收入嘅群體相比，高收入同埋持有資產嘅群體對消費支持作用更加顯著。今季嘅大型銀行盈利表現亮麗，同小型地區銀行嘅憂慮相比，亦都呈現 K 型嘅形態。無論係消化關稅相關嘅消息、發展人工智能，定係管理信貸同埋交易對手風險，我哋仍然都認為大型企業較小型企業更加能夠駕馭當前不斷變化嘅環境。最新嘅事態發展亦都加強我哋喺固定收益領域當中對優質信貸嘅偏好。人工智能嘅支出主題正擴展至美國以外嘅地區。對於人工智能嘅支出集中喺美國大型企業嘅憂慮，可以通過將資金集中喺頂級企業，轉為放眼全球機遇。我哋對於區域多元化更加有信心，特別係中國呢啲新興嘅人工智能市場。今次嘅金融市場短評時間就差唔多啦，下次再見，拜拜。